伫上桥的辅导，今年担市首次举办企业自主防灾，希望透过模拟事故的实际演练，让企业实施装备器材操作，知影如何伫第一时间救灾，避免延烧扩大。为了肯定今年顶半年42间投入的优良企业，甚至成为企业二小的一分子。20号，市长吴英特以颁发奖状肯定，强调早期预防的重要性。我们建立起企业防灾能量是最重要的。那企业也陆陆续续有许许多多今天受表扬的单位，他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建立了这个企业自主防灾，包括他们企业内部的义消，包括他们防灾的一些软硬体设备的建制，这些都是有效的将可能发生的灾害降到最低。也这是我们市府跟企业推动共同减灾防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新生的力量。企业当中以工厂为主，毛病院、饭店、旅馆等等，其中安南病院长嘛亲自出席受奖，感谢上桥的辅导。我们这次很感谢我们消防局，在每一年的这个督导考核跟所谓的防灾训练方面，都给我们不同的情境。那也希望就是说，这个自主防灾的概念能够落实在所有的企业里面。那我觉得只有自救才能救人。那这个一样，只能在火灾的早期的现场能够稍微控制一下，后续消防人员再加入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减少伤害到最低的地步。企业自主防灾嘛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上桥呼吁更较侪企业团体加入，做伙为安全大台南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